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11月2號谷草日賽圓滿結束，今日我哋嘅心水推介都係普普通通，希望下次繼續努力幫自由們揾心水推介啦。連勝多日嘅廖康銘今日未有頭馬進帳，最近嗰隻都係連冠王狂樂飛之下跑得第二。另外未開齋嘅騎師都依然係嗰3位，原本今日金城江看似都會開齋，但見佢陣上嘅跑法都可能真係要等多一排先有機會開齋。今日有匹馬值得留意，亦都會提供嚟緊星期3快活谷夜賽嘅心水，記得由頭睇到尾啊！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一齊以小博大，刀仔鋸大樹。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就記得訂閱啦。今日黃寶妮喺快活谷初試提升，表現都唔係十分之突出，雖然要多啲嘅時間去習慣下快活谷條跑道，先至可以有好嘅成績。而嚟緊星期3嘅賽事，有一位實力非常強勁嘅歐洲女騎師杜婉欣嚟香港客串，相信自由們喺國際騎師邀請賽都見過佢嘅功架。而快活谷杜婉欣都贏過馬，如果當晚佢有實力嘅馬匹嘅話，大家不妨可以投注。深立演藝特約，上仗有好嘢。今日嘅谷草日賽跑道形勢都尚算平均，但有一匹馬今日排檔差之餘，佢喺前段耗力搶頭之後，段快放之下，最後都係只係輸少少，比賺咗步速形勢嘅凡凡有餘跑第二，表現相當突出。相信留翻喺4班跑，今日應該會有頭馬交出。佢就係第3場3號希斯馬房嘅建測群英。建測群英排住12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係普通。由於建測群英一貫嘅跑法係喺前置嘅位置嘅，所以騎師希威森出一閘之後都刻意推騎馬匹，目的係想攞到領頭位置競跑。由於排檔實在太差，轉第一個彎嘅時候都要5踏咁轉。好在騎師努力嘅催策下，差唔多轉完第一個彎，建測群英就成功攞到貼眼位置競跑。由於馬匹已經上咗口，所以頭2段嘅段速都差唔多快過標準時間1秒。喺放到咁快嘅情況底下，以為建測群英會腳軟，點知同佢一齊跟前跑嘅智旺財就首先腳軟，但係建測群英去到臨尾20米先至俾賺咗步速嘅凡凡有餘追過。建測群英喺短速時間做得非常出色，今日健康正常嘅話，就一定有頭馬交出。相信智友們都應該知道，今季我係非常睇好我哋鬥智三雄之一廖康銘可以問鼎今屆嘅冠軍練馬師，但係同一啲馬友傾開偈嘅時候，都有好大部分認為蔡約翰先至係今屆嘅真命天子。我個人都絕對認同蔡神仙係一個練馬功夫去到神級水平嘅練馬師。想當年佢初嚟報道嘅時候，由於資訊當年唔係咁發達，相信普羅馬迷都唔係好清楚蔡約翰係一個點嘅練馬師嚟嘅。記得佢第一季嚟港開倉，印象中好似開鑼近1個月之後先開始派馬上陣。馬迷、平馬人都唔知道佢有咩部署，直到佢開始贏馬嘅時候，尤其是係嗰啲 PPG 52分起步嘅馬匹，蔡神仙會幫佢連勝幾場。所以當年蔡神仙 PPG 嘅在狀態嘅時候，加上貨源優質，佢嘅成績就開始帶嚟練馬師榜嘅各個對手。而我開始確立蔡約翰練馬功力可以拍得住愛倫，就係當其時有匹低分馬時代巨星轉到佢馬房第一場就已經贏啦，仲要連勝好多場。仲有當年我朋友 Alan Lam 嗰隻真係贏，Daniel 細粒仔都係贏幾場頭馬，令當其時好多平馬人都大跌眼鏡。那些年有蔡約翰馬匹做扶手柄，確實係馬迷之福。但喺近呢幾季，我個人認為蔡約翰都冇好似以前咁搶。我意思係唔會刻意去追求練馬師嘅冠軍名銜，但當然佢都可以保持到將所有馬匹潛質發揮出嚟嘅手法。而今季同樣地，佢而家嘅成績都唔係好標青，確實好符合佢以往嘅模式，但係仍然可以幫助一啲馬匹在狀態嘅時候維持到巔峰嘅水平。而我今次主力推介嘅2匹馬，同樣地都係嚟自蔡約翰馬房嘅。我選擇嘅2匹推介馬，不約而同都係喺10月22號谷草夜賽參戰過，用嘅跑法都係差唔多，都係喺外檔蝕住咁衝一段。而當晚嘅跑道形勢都比較有利於貼欄慳位、前置跑法嘅馬匹，所以嚟緊介紹嘅2匹馬都係有反趨勢嘅能力。第一匹嘅推介馬將會列陣3班1650米嘅有財有勢，呢一匹係7歲嚟自紐西蘭嘅 PPG， 雖然已經踏入老年，但係蔡約翰將呢匹馬帶嚟咗第2春。第一季嚟香港由沙田跑起，跑幾場之後，練馬師就將有財有勢移師去到跑馬地試下，點知喺短途1200米試出彩虹，喺頭2季都贏咗4場嘅 winner 啦。喺3班贏咗1場短途之後，感覺上好似停滯不前，但練馬師並冇放棄，就將有財有勢試下快活谷嘅1650米。呢匹快活谷專家再喺3班1650贏多咗2場頭馬。有財有勢本身係一匹忠心準成嘅馬匹，喺陣上都成日衝一段，加上上一場121場次喺涉跑道形勢姿態輕鬆底下，以強勢攞到1席亞軍。相信喺而家仲係季初，對手未操起，有財有勢乘住谷草專家狀態到位，遵心準成，今次係好有機會喺谷草攞第7 win。有財有勢排住9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係普通，但係佢嘅好拍檔騎師艾少禮並冇好心急將有財有勢擺喺中間位置競跑，反而慢慢將有財有勢留喺後面貼欄嘅位置跑。
因而頭兩段嘅時候都慳咗好多位，但去到最後一個彎嘅時候，騎師艾少禮就將有才有勢拉去10踏咁轉。雖然蝕咗好多位，但係有才有勢都以勁勢上前。騎師艾少禮全程都係以推騎為主，末段即係邊咗兩邊，有才有勢就以輕鬆上前攞咗個第二，可見佢三班戰鬥力十足，今次應該可以坐正。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第9場嘅心水，我哋要4號、有才有勢、12號、樂勝天下、5號、銀亮奔騰、6號、紅海勁。另一場嘅心水推介，佢將會列陣4班1200米嘅紅桃新星。呢一匹馬嚟自澳洲5歲嘅 PPG， 喺香港只喺4班贏過2場短途。佢上場120場次嘅走勢，證明咗佢喺4班仍然上風。紅桃新星排住11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係一般。由於排咗個外檔，騎師艾杜拿只好慢慢將匹馬留喺後面嘅位置競跑。由於排檔比較差，出閘又唔係太好，所以沿途都要喺3頭位置競跑。轉入直路嘅時候，騎師亦都幫唔到紅桃新星慳位，因而蝕位無數。去到末段嘅時候，騎師艾杜拿先認真推騎，沿途形勢咁惡劣嘅情況底下，加上當晚跑道形勢前置馬匹有利，人哋佔盡先機，佢都可以衝上嚟攞到第3。今場強手已去，相信今次可以保重。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第3場嘅心水，我哋要5號、紅桃新星、1號、光輝所願、4號、加州得力、2號、飛輪霸。仲有一個小提示，我哋馬迷誌而家開通咗會員頻道啦，有興趣嘅摯友都不妨成為我哋嘅會員啦。會員權益包括有備忘馬概覽、每天跑道形勢概覽、賽日精選心水，希望各位多多支持。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訂閱、撳埋個鐘仔，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作深入嘅賽馬交流。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祝大家贏多啲，我哋下集再見。